真个农友捌种过稻啊，伊毋过毋捌种过高粱。话讲高粱，台南客家区农会伫今年4月份种头一批台南8岁高粱。这个经过3个月时间，即马要收成啊，特别举行高粱技术管理的观摩会，邀请农粮署甲金门的酒厂，也有农友等人来现场。既来讲头一批收成，会使互更较侪农友愿意来种。 台南8号品种的高粱，今年4月种第一批，经过3个月成长期，即卖已经成熟，会当采收。客家区农会嘛专工举办观摩会，就是做这个水旱轮作跟我们这个杂粮的这个轮作。那最主要是说，增加农友有多一个项目的选择。 客家农会种高粱的面积大约500公顷。今年虽然落大雨，不过台南8号高粱是耐水耐可换的农作物，等到生甲更较好，收成袂歹。个人啦吼，嘛是伫甲客家农会地差伫185公顷，啊，咱这回种了吼，算嘛真成功，啊，今年产量应该是袂歹才对啦。 政府嘛会加辅导农民，含提供相关的补助。未来嘛会先参考第1期和第2期的状况，再来做一个综合性的检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